外，三通门曾问中等巴葛西于寂静处修行，与以正法养育众生，此二者何为重要？中等巴葛西答道：这相续无有任何修行念相及正悟的初学者，以正法养育众生，不会有益。哎呀，那这个来说的话也是一样的，就中等巴葛西的三位弟子呢，就是问中等巴葛西说自己在独处的一个清净的地方独处在一个清净的地方修持，这样是比较好，还是那么就是弘扬佛法普度众生的这个事业是会更殊胜吗？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中等巴葛西的回答是什么呢？最主要呢，就是这里面我们就听得到，这两个都是同样的意思，同样的利益。自己如果是进出修持也是很有利益，非常殊胜。但是如果是为众生弘扬佛法，饶益众生也是非常的殊胜。但是最基本的条件呢，就是在弘扬佛法的人呢，就是必须得要自己有了一定的成就，一定的菩提心，真正的菩提心才是真正的可以能够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听得到，同样的就是如同这个怎么说呢？美林德谦法王所讲的一样，就像我们就是如果是要有水，比如说在那个我们种地的人，不是说没有下雨的时候，那就是要潜水嘛，喷水嘛，对不对？那么这个水要有一个水源嘛，那么就是在一个城市里面要喝水，就是它就是在每家每户的这个家里都是会有自来水嘛，对不对？现在。但是如果我们的水池那么我们的那个水源如果是没有了，一年没有下雨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还会有河水吗？还会有水可以喝吗？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利益众生、做灌顶、口传这些来说到，就自己如果是没有一定的成就的情况下，那没有办法利益一切众生。如果是你就在那边就是帮他们弘扬，帮他们灌顶，但也是对弟子也是不会有什么帮助，而且对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所以就没有用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在自己一个人寂静处修持是最好的。所以呢，就是一个修行的传承，如果是真的有传承的一个上师也好，一个修行者来说的话，一切都是听从上师的。今天上师叫你闭关，你就要闭关；今天上师叫你出去弘法，你就要出去弘法。那么这呢，就是一切听从上师的情况下，而且呢，上师也是不是半路遇到的。那么就是一生当中，这认认真真，就是很长的时间里面，相互都是有了解，相互都是有非常的了解，而且是具有信心的一个上师，而且是具的上师之前呢，就是要真正的在这个结束了一定的传承的那么这些怎么说呢？那个弟子呢，那上师也会知道他修持到什么时间是什么样子，那么是否可以再修什么法，是否有做什么样子的功课，这些都是上师完全知道的。那么这也是不完全是靠上师的神通而要了解这些弟子的这个成就。如果是一个完全就是证悟空心的一位上师，有无路的神通的一位上师的话，那当然也是就不得了，完全是最殊胜的。但是如果是没有这样的，没有达到这样的情况下，那么也是根据上师，根据弟子跟上师之间的了解那么就是长达多长时间的彼此的了解，做了多少的修持跟这些功德，那么他也是可以完全决定那么一个弟子的这个功课到什么样子，然后现在应该是要修什么，那么就像在医生看病人一样的那么这些方面来说就像我们在那个大圆满的传承上师嘛，那么就是在多智坚法王也好，宝珠仁波切也好那么在历代的祖亲法王也好，所有的这些大上师嘛，定的在我们的龙泉宁可以排的
所有的大圆满的这些修行者，他们就是有帮我们共同的定了一个功课修持大圆满法的最重要的这个前信呢，就是要圆满无家心圆满上师瑜伽的功课。那但也是这个也是大致上对所有的人定的一个功课。那么这也并不是说谁脱过了什么神通，就是修完这些以后就 OK， 不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来说到完完全全就是根据什么？根据佛经，根据佛所讲的道理，以及佛给我们讲的这个一切道理一切在这个一个众生的修持业障的一种方式，那么就是根据佛经而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而定下来的。那么这个中间来说到也有些不同的这个根基，有些人就是修了多少次无家信也是才会有多少成就，或者有些人就并没有修无家信，就是有接触了各种各样的，那么就是接触了无家信，然后从中呢就是得到了不可思议的这种信心跟不可思议的对佛法的这种信心，对世间轮回的处理心那么获得慈悲心跟获得菩提心的都有，所以这个是根基不同。所以就根基不同，但是呢就是也是就是大致上就是有这种的怎么说呢，那个安排的一个课程一样的道理。所以呢就是一个上师与弟子之间的关系来说吧，就也是并不是说是完全每一个上师都一定要有神通才是可以安排弟子的功课，这也是不对的那么如果是我们作为一个上师的情况下，没有完整的一些传承的一个怎么说，没有完整的接受灌顶以及传承以及功课的情况下，那么自己就不会相续当中不会有什么成就。所以呢我们前面就所形容的就是水池一样的，水池里面没有水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千碗罐子也是空的，因为水池都是干旱的，那么我们就添了多长的多处的一个罐子也没有用的所以就没有什么价值可以流出来的就像一个空的容器里面没有任何的汁液一样的。他们的加持犹如倾倒空气一般从彼处不会得到任何加持。窍诀犹如未经按压的酒糟妙出的浊酒一般，无有任何陈亮的酒味。虽获得暖相而未得稳固深解的修行者，也不能行利众生之事。他们的加持犹如倾倒盈满之瓶一般，使别人满满充盈，自己却变成空空如也。窍诀则如将火炬传递给他人一般，使他人光明同亮，自己却成为漆黑一片。登地的菩萨则未承办利益众生的标准，他们的加持犹如妙品之初之成就，能益他众相续成熟，自己始终已慢，无有空时。窍诀则如书有主灯一般，既能胆亮其他有灯，自己也无有暗意。如今五浊恶世之时，我们仿佛因语静静处修慈悲菩提心，现今不是直接饶益众生之事，而是遣除自相续的烦恼之事。例如不是讲断名贵要术獠牙的时候，而是保护其生长之时。因此直接对众生进行法布施稍有困难所以就是法布施的部分呢有这些的困难。
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你们有的时候会听到，哇，那这个就是只有传法的一个上师要具备的条件。那么跟我们弟子有没有什么关系？你这样去想的，那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么不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是觉得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那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每次在做任何的修持，都是一样的有发心皈依发心都有圆满的，而且是要有圆满三殊胜的，对吧？然后同时我们在放生也好，我们参加任何的这个法会，像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每个月的这个慈悲的一种法会，每一个参加的人都是不只是自己的利益，你如果是发心正确的话，这也是法的布施。所以这些必须得要达到的条件是什么呢？你并不是说是这个学习了多少的这个佛经，然后就是在词语就是能够可以背多少的这个那个仪轨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要发菩提心，内心里面呀，就是最起码我们必须得要短短的时间里面，在法会的现场。这个时候呢，断除一切为我的心，断除一切我执那么就为所有一切众生发心。就像比如说参加一场法会，只有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或者1天的时间，必须得要知道这个时间我把我自己的生苦以供养给上师三宝，供养给一切诸佛菩萨，布施给6道中的一切众生。所谓的我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当中呢，我就不要做任何一个为我自己的事情，所以必须得要为一切众生，为诸佛菩萨，以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起心动念也是非常正确的。那么这种时候，你就是念一句法的音，就像比如说我们在很多佛经里面所讲的念了一句什么什么什么经。听到的人，听到的所有的众生都会获得解脱的宗旨。那么今天如果是说我们就念一个经，这个经过我们的这个风向的一切众生都是会获得解脱。这些都是什么？根本上面呢，就是有佛经的加持，以念经的人的起心动念是最为重要的。如果是起心动念不正确的情况下，你就是每天到晚就是在，比如说你在作战的打仗的一个战场上，你就是整天到晚念阿弥陀佛，一般念阿弥陀佛，一般杀人，那这个就是会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因为如果是你的嗔恨心盖住了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加持，所以就完完全全就是没有办法能够可以利益他人的。所以呢，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一定要知道这个他的这个道理。自本作人着康着